好啦，嚟到呢個中環揸 fit 營嘅第15節啦，就亦都去到一個新嘅環節，就係呢個全球淘金夢啦。咁頭先講過咧，就今日嘅正經中環咧就個主題係講個黃金啦，所以呢個星期咧呢一節咧關於呢方面嘅分析比較少，就純粹講一個入市嘅建議啦，同埋又帶出一啲古仔出嚟同大家去講下啦。咁先講個投資建議啦。咁樣現貨金咧，琴晚咧就收呢個997個水平嘅。咁我自己咧就其實個睇法就係話如果你大概喺988蚊至到995蚊咧都可以買嘅，985至985至988至到995買入咧，其實嗰個目標價咧，你可以暫時咧就定喺呢個1147嘅1147蚊個水平嘅。咁即係如果即係比較短期獲利啦，咁你亦都可以作一個中長期持有啦，即係好似我之前話齋睇到上1200、1500甚至乎更加長線嘅都可能嘅。咁樣嗰個止蝕位擺邊度咧？咁樣如果你話喺呢個水平至開倉嘅話咧，你個止蝕位咧可以擺947蚊。咁如果你話呢個水平入市嘅話，好似頭先我正經中文都有講啦，基本上你 view 到上去1200蚊嘅金價咧，你單係揸手貨嘅個投資回報咧都高達156000嘅。但係其實你入市嘅資本就唔高嘅，因為你其實10萬蚊講緊已經可以買到3手貨。咁如果你買一手貨，假設係睇啱個市啊，一手貨都賺156000咯。咁如果你10萬蚊揸3手貨，嗰個講緊成48萬嘅回報咯。咁當然個風險，如果你睇翻落去947嘅話咧，咁可能咧亦都會一定嘅風險嘅。但係如果你話撇除嗰個市況個短期嘅波動嘅話咧，其實呢個位你話後市跌穿嘅機會咧，我睇暫時唔大啦。反而咧近期嘅金價咧，似乎已經喺988至到990蚊咧，就打緊一個新嘅平台，就似乎向上爆發嘅機會會大啲啦。咁呢一個係一個投資嘅建議啦。不過其實我諗大家喺個角度睇呢個新嘅題目啦，傲視中環或者睇翻我大公報嘅專欄或者之前新報嘅專欄都好啦，其實都會攞到關於入市嗰方面嘅建議嘅。但係你話至於個倉位部署咧，再細微少少或者再精密少少咧，咁呢個咧就一個好頭先我有一節話齋啦，孖展嗰個駕馭啦。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好高技術性嘅嘢嚟嘅。咁變咗咧就要你要做呢個投資嗰時咧，就變咗呢方面咧就要再去調控得比較好少少咯。咁樣就頭先講個投資建議，其實唔需要講一啲好圖表上嘅走勢咧，其實都可以講到出嚟。因為呢樣嘢我諗喺星期一至星期五啦，我日日對住啲個金價咧，仲多過對住自己嘅老婆仔女，咁樣變咗就啲嘢好熟悉啦。咁樣但 anyway 咁樣就如果大家有玩開嘅或者開始去認識嘅話咧，我都再提供多少少嗰個技術上嗰個分析俾大家參考啦。同埋都順帶提一提咧，就係話可能大家港股以外係未必會投資黃金啊、外匯啊、中國股市啊、美股啊、油價嘅，但係就我頭一集兩集都呼籲大家就最好就聽晒啦，一嚟就唔好嘥咗我心血啦，次次都半夜錄到天光6、7、8點，而家都天光6點幾啦。頭先我好似2點半開始錄到而家都錄咗轉錄下停下咧，都錄咗成4個鐘頭時間。咁就唔好嘥我嘅心機啦，就希望大家可以一氣呵成聽晒，就唔好浪費。第二咧，其實就之前講過，其實每個市場大家都知道係鐵索連舟，互相一環靠一環緊扣住嘅。咁其實每個市場咧係一個互動性嘅，咁樣變咗就大家聽埋咧就變咗
方便你自己對自己特定投資嗰個市場咧係有一個輔助性咯。咁同埋就話喺唔同嘅環節入邊咧，都會滲透一啲唔同嘅財經上嘅知識俾大家去分享啦。咁樣變咗大家就可以去聽一聽啦。咁啊睇翻嗰個金市嘅走勢啦，其實咧就而家咧就處於一個比較待變嘅，等個突破嘅，好似啱啱所講就喺980、990蚊咧就打緊一個新嘅平台，就攻上1100蚊個心理關口嘅。咁樣就如無意外咧，嚟緊咧可能短期之內，可能呢一兩個星期咧就會可以出現一個比較急速嘅一個新嘅升勢嘅。咁變咗要大家留意翻啦。咁如果你話大家去做咗一個倉位嘅話咧，其實只要你下低擺翻個止蝕位947蚊咧，其實整體嚟講咧呢個部署我相信係安全咯。咁樣就睇翻啲技術指標咧，其實如果你話嗰個黃金嗰個10天、20天、50天同埋250天個移動平均線咧，嗰個分佈咧都係一個由上而下嗰個強勢嘅排列個陣勢啦。就10天係994蚊，20天係971蚊，50天係950蚊、954蚊，250天牛熊分界線咧係892蚊。咁變咗其實整體嗰個形勢咧係反映翻個市勢強勢之餘咧，係中線打落咧，其實嚟緊兩個季度啦，即係如果你睇中線嘅走勢咧，起碼睇6個月㗎啦。咁樣其實應該都會幾好咯。加上咧金價咧就例牌咧一個年頭一個年尾咧就例旺嘅。你睇翻今年見1005蚊嘅高位嘅時間咧，今年2月做嘅年頭嘅第一季啦。咁咧大家亦都見到第二、第三季有個金價比較立嘅。咁而家就接近第三季尾、第四季亦都出現嘅時間，金價已經第四季未正式出現咧，第三季尾已經走上1000蚊嘅。咁咧加埋呢個傳統嘅季節性因素啦，咁變咗其實大家可以憧憬到金價嚟緊嗰個走勢會幾好咯。咁咧喺保歷加通道嗰方面咧就更加睇到咧，因為保歷加通道咧而家嗰個金價咧就係話佢嗰個頂部咧就係1020嘅1020蚊嘅，中軸咧就亦都係個20天平均線嗰個等同啦，就係呢個971.4嘅，而個底部咧就922蚊嘅。主要就話佢呢個保歷加通道咧係一個擴張性嘅形態嘅，而頂部、中軸同個底部咧三條線咧擴張性之餘咧，三條線個趨勢咧係向上彎嘅。咁啊，其實反映翻嗰個市況咧係屬於一個上升勢頭之餘咧，係不斷係擴幅緊嗰個上升嘅空間嘅。咁啊，講到呢度咧，可以順帶講一講個港股咧。港股嗰個保歷加通道咧，而家嗰個頂部、中軸同嗰個底部咧，都係打橫向嘅。其實變咗反映翻個港股可能嚟緊，無論之前嗰一兩日啊，或者嚟緊嗰三兩日咧，都係處於一個咧比較窄幅牛皮嘅局面去睇嘅。而等候正式突破之後咧，至會有個比較方向性嘅發展咯。咁樣變咗就係話翻轉頭就話咧，如果你唔聽呢 part 咧，就聽唔到有啲關於港股嗰方面補充嘅。咁啊，如果你話整體嚟講咧，其實個金價咧呢個水平咧，我覺得咧就唔應該用位高勢嚟形容咯，應該話高處未算高咯，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入市嘅機會咯。變咗就大家可以去留意翻呢方面嘅投資啦。咁喺下一 part 翻嚟咧，就應該咧我會同大家再分享翻個關於嗰個黃金市場嘅其他方面嘅睇法啦。下一節翻嚟再見。